帝王綠呢個名到底點嚟嘅？係唔係帝王先可以戴嘅綠色？佢個價位又去到邊度？普通人仲可唔可以見到帝王綠？好多人買翡翠一見到綠色好睇，就會問呢個係咪帝王綠？今日咧我就將帝王綠嘅呢個名嘅來龍去脈咧4個階段一次過同大家講清楚。你聽完之後咧，邊個都呃唔到你啦。第一個真相就係清代係冇帝王綠嘅，有皇帝嘅年代，大家都唔敢用帝王2個字嚟命名，呢種冒犯邊個都唔敢當。咁清代最頂級嘅綠叫咩呢？叫正陽綠同黃陽綠，形容佢哋就係3個詞：色辣、色嫩同埋色陽。咩叫辣呢？亦即係綠色嘅濃烈程度，也就是它扎不扎眼。咩叫陽呢？亦即係陽光下咧，有冇嗰種珠寶嘅閃閃靈？清代嘅人審美講究嘅就係富貴逼人靈，所以正陽綠同黃陽綠嘅翡翠咧，都係嗰個時代嘅頂流。翡翠點解俾皇家睇上？第一個離唔開嘅人就係乾隆。雲南巡撫將翡翠作為貢品送上去嘅時候，佢一眼就睇上，並下令旨意，每年嘅雲南巡撫都會大批量咁進貢翡翠玉器。第二個就係慈禧，佢比阿乾隆重要啲，直接要求啲衙門啊、巡撫啊，將啲翡翠作為貢品進貢俾佢。但係大家注意，慈禧中意嘅嗰枚綠色呢，嗰陣時候都未叫帝王綠嘅。第二點就係民國時候挖出嘅老綠色，佢唔叫帝王綠，佢叫祖母綠，佢係用咗彩寶嘅名嫁接過嚟，因為佢啲顏色咧同祖母綠嘅顏色咧好接近，而當時嘅行家叫呢種祖母綠嘅翡翠咧係叫老綠色。呢個老咧係有2重意思嘅，第一個咧就係佢嗰個顏色沉穩而唔輕浮，第二個咧佢個種好老。呢啲顏色邊個中意咧？就係上層嘅嗰啲精英啦，出席重要場合嘅時候戴嘅都係呢種顏色，雍容華貴。老綠呢個名咧太老氣啦，邊個買翡翠中意呢個名咧？香港人同埋台灣人咧將佢改名為祖母綠色嘅。呢個就係點解時至今日仲有唔少嘅老行家咧將帝王綠叫成祖母綠翡翠嘅緣由啦。第3點咧就係互聯網時代先出現帝王綠呢個名嘅，喺2005年左右咧就興起咗電商。問題嚟啦，祖母綠翡翠咧就好容易同西方彩寶嘅祖母綠成日打交，大家搜索關鍵字出嚟嘅90%都係西方嘅彩寶，好多人就搞唔清，買錯咗翻去又要退貨，於是乎有人一拍腦袋，不如就叫帝王綠啦。第一點，呢個名霸氣好記。第二點就同歷史相關，翡翠本來就係乾隆啊、慈禧捧紅嘅。第三，同祖母綠呢個名徹底割裂，所以咧呢個名一出嚟咧，馬上就大火起身。名講完啦，我哋就翻開篇嘅嗰個問題啦。帝王綠到底值幾多錢？咁我哋普通人可唔可以見得到？我直接話俾你聽答案。真正嘅帝王綠咧，普通人係好難見得到。點解呢？同大家分享個拍賣會嘅數據。喺2021年嘅香港蘇富比，一隻天然翡翠嘅手鐲直接就拍到8000萬港幣，仲有一隻帝王綠嘅膽染，咁佢就好似我哋一隻尾指指甲咁大嘅啫，就拍到1000萬港幣咁高。所以你話普通人點會有幾千萬嘅錢花喺呢啲上邊呢？真正讓所有同行都認可嘅帝王綠，首先佢嘅種水咧係達到玻璃種啦，顏色好正啦，同埋佢非常之濃郁，呢啲嘅級別至少都要幾千萬起步嘅。翻最根本嘅問題，點解滿大街都有帝王綠呢個名呢？講實話，大部分嘅認知就係帝王綠就係好嘅，見到綠好睇就叫帝王綠，所以咧就問人哋呢個係唔係就係帝王綠？所以亦都有不良嘅商家話，既然你中意帝王綠，我呢個就係帝王綠啦。翡翠嘅顏色色差1分，價差8倍，所以我好負責任咁話俾大家聽，普通市場上面嘅帝王綠10個有10個都唔係真正嘅帝王綠咧，大部分都喺拍賣會同埋資深嘅藏家手上。所以以後咧，人哋攞個綠色就講呢個帝王綠，你就知道呢個商家老唔老實。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翡翠知識嘅，不妨關注錢錢請翡翠唔踩坑。